300年來，我哋一直相信科技推動文明，蒸汽時代、電力時代、計算時代，每一次進步好似都係因為新技術出現。但如果我同你講科技其實從來都唔係真正推動文明嘅，唔係科技而係商業呢？真正改變文明方向嘅唔係制度而係人嘅感覺。科技只係工具，幸福只係結果。真正觸發革命嘅係身體與感知已經承受唔住。第一段片，過去工業革命其實改變咗乜？每一次工業革命都唔一定由商業設計，但一定經由商業推動，而商業就透過就業改寫人嘅生活同感知。蒸汽機的出現係因為商業需要更多產能，由一開始就係為產能而生。商業間接影響人的身體節奏。電力時代，商業投資成為可以延長工作時間嘅電力系統，因為商業需要更快速。結果係乜？時間感覺變快，變成責任；慢變成罪過。數位時代，技術源自研究，網上平台商業化，重寫咗現實同感知。結果係乜？現實感覺的改變，真實同畫面已經分唔清。所以工業革命本質係商業加科技感知重寫。第二段片，現在點解幸福越來越難？1974年之後，世界越嚟越有錢，但人開始越嚟越難開心。呢個唔係你嘅問題，唔係你唔努力，唔係文化出錯。真正原因係一件好簡單嘅事：商業加速得太快，人嘅感知跟唔上，於是出現一個斷裂。你做咗嘢，但等唔到回應，希望開始離你越嚟越遠。呢個就係 Hope Distance Model。希望唔係冇，而係距離遠到你感覺唔到。第三段片，未來真正嘅問題終於出現。而家現金變成數字，支付變成掃描，界面變成遊戲。你仲見到數字，但你已經感覺唔到價值。你知道自己俾咗錢，但冇痛感、冇停頓、冇記憶。呢個狀態叫 Numerical Labyrinth Theorem。我們仍然看到數字，但已經難以感覺它們。所以問題唔係科技太先進，而係人已經被抽離咗感覺世界嘅能力。一條閉合嘅文明循環，而家將三件事放埋一齊：商業乘以科技，咁只希望距離行為文明。再回到商業乘以科技，呢個唔只係理論，你每日都會喺入面。你攰唔係因為懶，學得慢唔係因為冇用，難專心唔係因為唔自律，而係因為整個文明已經冇時間可以讓你慢慢感覺摸索。呢條片唔係答案，呢條文明線唔係用嚟即刻解決問題，佢只係幫你做一件事，解釋點解你一直覺得唔對路。真正嘅下一次革命唔會係新技術，而會係人重新學識點樣感覺商業是文明的骨架，感知是文明的靈魂。